后来继续来讲台湾的餐饮业，即摆讲真欠工，到底要去倒位找工呢？讲麦当劳是上准着中高龄的劳动者，总共是开出着2100个正职的课。另外达美乐嘛咧找人，讲要找1000个。 重心教消费者要如何使用电子点餐系统。不过，真足看这个店员已经超过40岁，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无论是点餐、送餐，各项都拢真高。业者相信中高龄者老网老各会步拖刀，互因将做餐饮业上重的组织。其实中高龄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人力资源的来源，其实他们的稳定性，或者是服从性，或者是能够呢促进这个团队的这个向心力，我们都看到了他们都能够贡献很好的力量。近日银行调查发现，有185%的中高龄者，或者是部分的退休族群，都希望够投入做。加上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请中高龄员工若是出事，麦当解决市场欠工的问题。业者想到这步，来打造中高龄友善康快环境，把荧幕的放大，把字体的放大，或者是把一些文字的东西用图像化的方式，可以让我们的中高龄伙伴更容易阅读。同事之间很像一家人，我们会互相协助。观察台湾餐饮业的市场，不论是市场发展扩大规模，或者是要解决欠工的问题，拢伫咧举办找人才。麦当劳这一边拢总开出2100个在职的课，包括1800个服务人员和300个餐厅经理，欠人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。同款成为素食品牌达美乐毛1000个课，内容有关于改善到兼职人员规模在要40%，资建集团还因为欠工率达到10%，招募数量嘛超1000人。提高正职人员的任用比重，降低兼差人员的任用比重，才有办法解决缺工以及这个流动率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。业者若针对环境做出改变，可保障年龄层的员工同当适应，嘛规划18个训练。透明生产管道，含真悬的薪水来抢人才，在咧保持人力的同时，冒中高龄者加入到蠕动头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